大家好啊！《金剛經》咧係譽為其中一個經典嘅典籍啦，而呢個經典嘅典籍咧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功用㗎。相傳咧，呢個禪宗嘅創始人六祖慧能咧，佢係一位樵夫啦，亦都係正咧佢劈完木返屋企嘅時候咧，佢聽到一句禪師咧對佢講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就係因為呢一句說話咧，佢就去尋求一個心靈嘅慰藉啦，佢開始去信佛啦。而佢咧亦都有寫一個經典嘅著作啦，就係《六祖壇經》。而呢個本書入邊咧，亦都有講過呢一句說話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而呢一句說話咧，正就係《金剛經》嘅其中一句啊。相傳咧，藏傳佛教都有個古仔㗎，就係話說有個小沙彌，佢去打柴嘅時候咧，就遇上一位算命佬。個算命佬同佢講：你好聰明伶俐，但係咧，我算到你過唔到18歲。於是小沙彌梗係驚啦，就去揾上師去講呢一件事發生啦。上師同佢講：你只要每一日去誦呢個《金剛經》，就可以冇事㗎啦。小沙彌好聽話，每一日去誦經，果然佢去到18歲仍然安然無恙。最後咧，佢生活到去到90幾歲。咁點解會咁樣呢？就住小沙彌每一日去誦經誦《金剛經》嘅期間，佢根本咧就置生死於度外啊！佢係開始透過經書去尋求一個安靜同埋平安，所以咧就令到佢可以去到90幾歲啦。有位嘅禪師啦，係第一位攞得藏傳佛教宗教學位嘅美國人麥克爾羅奇。我諗大家都應該聽過呢一本書，佢作咗一本書叫做《當和尚遇上鑽石》。喺麥克爾羅奇18歲嘅時候，佢父母雙亡，佢嗰一刻開始喺度諗：橫掂我父母都雙亡啦，都已經死咗啦，我咁勤力又有咩用呢？就係呢個時間，佢開始諗人生嘅意義，亦都知道咧，印度有一個藏傳佛教可以去學習啦。咁繼而咧，佢就喺印度嗰度咧去禪修啦。佢咧亦都喺1981年，師父同佢講：你係時候要返去美國做嘢啦，因為咧要真正去活出呢個佛法，係透過你喺美國嘅生活模式啦，一個職場生涯咧，去體現出嚟啊！咁之後咧，佢就返去美國去做嘢啦，亦都開創咗一個安鼎國際鑽石公司。師父之所以叫佢返嚟美國去實踐呢一個佛法嘅原因，就係在於小隱隱之嘢，大隱隱於心，就係意思喺佛法入邊。錢係唔係罪惡嘅？錢係取決於你點樣使用同埋取用。因為具有更加多錢嘅人呢，其實佢係相比冇咁多資源嘅人呢，更加可以去做更加多嘅唔同嘅善事。關鍵呢，只係取決於我哋點樣用乾淨誠實嘅方式去賺取金錢。當我哋明白金錢嘅源頭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毫無保留咁樣去揾更加多嘅錢，去幫助呢一個世界唔同嘅人。所以賺錢呢，亦都係修行嘅一環啊！呢一本書呢，最後呢都翻譯成25個版本。呢本書呢，亦都值得好多唔同嘅企業家、職業白領呢去睇嘅。以上呢啲故仔呢，都可以感覺到《金剛經》呢係包含住好多唔同嘅佛法同埋最高嘅智慧㗎。《金剛經》呢係冇任何華麗嘅字詞啦，但係呢就值得我哋去了解好多唔同嘅嘢，係透過《金剛經》呢喺我哋嘅平常生活入邊去實踐啦。相傳呢，佛陀呢就帶住1250個弟子呢去化緣啊。咁食完飯之後，佢哋就會清潔好自己嘅碗具啦，跟住咧就坐喺度聽佛
陀咧去講經啊。咁佢有個弟子叫須菩提，透過一問一答咧，引導阿須菩提咧去揾啲答案。跟住咧，須菩提就會問好多唔同嘅問題啦。但係佛陀咧係完全冇唔耐煩啦，係透過問答嘅形式咧，係將須菩提嘅問題咧去引導出嚟噶。而呢一紮嘅問題咧，亦都係《金剛經》入邊咧去揾到出嚟噶。喺《金剛經》入邊咧，須菩提問咗一條問題，佢問佛祖：假如有向善嘅男子同女子，佢哋發願追求向上，希望修到一個最高佛道之心，佢哋點樣可以保持呢個發心，繼續向前行，而降服佢哋心入邊嘅妄念呢？呢句話其實就係講緊我哋點樣解決我哋嘅痛苦，而去到修行，去到彼岸呢？佛陀就答佢啦：善男子、善女人都係有菩薩心。但如果你想讓到一切有眾生嘅，包括卵生、有形質嘅、有意識無意識嘅，都可以得到解脫、超脫生死輪迴嘅話咧，你係需要係透過眾生去解脫。如果菩薩係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就唔係菩薩啦。咁所以我哋人係要做到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同無壽者相。金剛經咧，全文有32個小節噶，而當中咧亦都講過4個相噶，譬如不枉於相，見諸相非相，即如見如來呢一啲等等。所謂嘅相咧，就係一切我哋人嘅六根六識感知，包括色香味思緒情緒思念慧，都可以叫為相噶。而我哋如果執着於我哋實實在在嘅我咧，去差別，去同其他人有個分別心嘅話，包括我哋嘅財富、我哋嘅相貌、我哋嘅甜酸苦辣嘅話咧，就係人相，因為我哋執着我哋實在我哋嘅立場啊嘛。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稱為人相，好似我叫張飛、李白，佢長得好靚，我成績好差，佢好好咁樣，都會產生一個分別心。而眾生相呢，就係飛禽走獸啊、樹木花草啊、春夏秋冬啊、風雨雷電啊呢一啲世間事物嘅相。而壽者相呢，就係一個人嘅生命由生到死，佢哋會追求一個永恆，所以古代皇帝包括秦始皇啊，希望追求一個長生不老啊，去體驗翻生命嘅延續咯。所以儒家咧係不孝有三，無孝為大呢一句咧，係正正反映呢一個嘅壽者相嘅。就連布施我哋都唔應該有相，即係話我哋唔好執着喺我去布施呢個情況下，理應係得到一定嘅回報同埋功德。我哋唔應該有任何區別，我哋所做嘅布施行為都唔應該有任何嘅分別之心啊。就正如以前有一個禪嘅故事，係講緊有個富商，佢攞咗100兩嘅黃金去禪師嗰度，就同禪師講：我可以答應你將呢100兩嘅黃金俾咗你，去修葺呢一個禪院禪廟。禪師咧好平淡就將嗰100兩嘅黃金就攞走啦。咁呢個富商咧梗係唔忿氣啦，咁就問佢啦：喂，法師，我咧俾咗錢你，我俾咗成100幾萬你，點解你連一句多謝都冇噶？禪師咧就答佢啦，佢話：如果你將呢100兩或攞嚟係當作我哋嘅買賣之間，而唔係當作一個布施嘅話，咁我代替我佛陀多謝你。所以《金剛經》所指嘅應無所住而生其身，就係講緊我哋唔應該執着於我哋嘅結果，而去傾向於享受成個過程。咁我哋就唔會因為
呢個結果而影響到我哋享受呢個過程，自然我哋就會得到一個平靜同埋安穩。至於佛亦都係無形無相㗎。釋迦牟尼曾經講過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幻。意思係話我哋唔應該執着於佛入邊嘅所有相。曾經以前有位禪師，喺一個好寒冷嘅冬天，佢入咗個寺廟度，個寺廟度有個木嘅佛像，咁因為冇任何嘅柴火去燒啦，咁自然呢個禪師就攞起個斧頭諗住去劈木，即係打呢一個嘅木嘅佛啦。咁好多嘅人就阻止咗佢啦。佢話呢個係佛祖嘅木佛嚟嘅，點解你係破壞呢一個嘅木佛啊？你咁樣咪侮辱咗佛祖咯？呢位禪師就同佢哋講：我之所以打破呢個木佛，原因我就係想修煉一個舍利子啊！嗰班民眾當然就聽完之後就笑到不得了啦。木嘅佛點會做到出舍利子啊？聽完呢一句話，禪師同佢哋講：既然木嘅佛都做唔到舍利子，咁即係唔係真正嘅佛啦。既然唔係真正嘅佛，即係我可以用個斧頭嚟劈柴嚟攞嚟燒啦。喺呢個古仔入邊，亦都反映到原佛家所講嘅無相，佛可以係虛幻，我哋世界亦都係虛幻。所謂世界，只不過係我哋一個統稱去形容呢一個嘅世界。所以所謂嘅佛法都可以係虛幻。所謂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意思係話我哋見到嘅所有嘢都只係一個名，世界啫。佛陀想話俾我哋知，所有嘅名相都係假象。我哋人類發現好多唔同嘅名去箍實我哋嘅心靈，去構成生活上面嘅假象。所以佛陀想同我哋講，對待世間萬有嘅事，都應該要有無分別心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幻。世間一切所感知到嘅嘢都係假嘅，一般人可能好難去明當中嘅意義。我哋可以諗，凡所有相，皆是囚牢。一切有形有相嘅嘢，都將我哋嘅心關住、困住咗。假如你瞓喺個廳度，你望住你嘅屋頂，其實都係你個相，因為你嘅心其實係可以飛出呢一個嘅屋頂。假如你着咗一件好靚嘅衫，你好在意佢，好珍惜呢件衫，但係件衫有一次整污糟咗，你好心痛啊，你好嬲啊，呢個亦都係一個相，你同你件衫嘅相合一。所以有啲人鬧你，話你就可能如果太介意嘅話，你就會將呢一個相困住咗。所以佛陀教曉我哋一樣嘢，既然有相去困住我哋，我哋應該點樣做呢？就係將呢一啲相化解、化空。喺《金剛經》最後有一段嘢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霧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係講緊一切都係無常㗎，亦都冇乜嘢係好需要去執着。我哋嘅生命係變得好不可思議。如果我哋將呢個本身嘅相唔好再受制於我哋嘅心靈上面，其實就可以擺脫我哋嘅焦慮。金剛經係教我哋係放鬆個人，而唔係叫我哋走去躺平嘅狀態。我哋只係對某一啲嘅相唔好去執着，唔好執着我哋嘅錢，亦都唔好執着貧窮。我哋唔好執着美色，我哋應該要學識去放下。有個禪師嘅故仔㗎，就係講緊個老婆婆呢，佢養緊一個法師，佢好想1年之後呢，佢將自己好年輕貌美嘅女呢
諗住赤裸裸咧叫個女咧咩衫都唔着咧，就係送飯俾個法師，睇下個禪師有咩反應啊！亦都希望咧去證明啊，究竟禪師嘅功力係咪真係咁勁啊？咁一年之間咧，希望可以將個禪師趕走啦。咁呢個老太太咧，希望見到人嘅本性啊，但係禪師咧就乜嘢都扮睇唔到，其實咧就抑壓咗佢內心嘅情緒咯。到有一日咧，佢見到佢個師兄咧就孭住個女人過河啊，個禪師就同佢講啦：咦，我哋係修行之人，點解你係可以去接近女色噶？呢位禪師同佢講：我冇將呢個女人作為一個相，我只係好希望去幫到佢啫。如果你將呢位女人視為色相嘅話，你就已經困住咗自己啦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諗下，喺呢個社會氛圍好多物質需求嘅地方情況下，所謂嘅相有冇去困住我哋呢？喺呢個香港繁榮，好多唔同嘅成就啊，唔同嘅學生要追求成績嘅情況之下，係咪都係將唔同嘅相去困住咗我哋自己呢？假如我哋將呢啲嘅相去擺脫開嚟嘅時候，擺脫開去嘅時候，我哋嘅生命係咪可以更加具有創造性，可以令到我哋嘅生命可以活得更加精彩